瑞士型流感襲港，一周殺21人。H3N2、H2N2、H1N1、H7N1。今次大爆發嘅就係佢，季節性流感 H3N2 瑞士型。今個月2號到14號，死亡人數達到31人，短短一個星期內就已經死咗21名成年人。最後生嘅係一名45歲男士，其他死者由55歲至100歲。37宗因為嚴重併發症需要深切治療，有病人因為呼吸困難需要儀器協助呼吸，亦都有病人因為低血壓要打強心針。究竟呢隻流感點解咁勁呢？嗰個嘅打針嗰個嘅即係中嘅比率真係差啦，咁變咗呢一啲高危嘅群組咧，佢哋直接打針，佢哋都未必有個保護性。因為個病毒本身嘅毒性高咗啊，抑或係因為嗰個嘅 matching 係差咗咧，而導致有咁多啲高危嘅病人咧，佢哋係即係中咗招之後有併發症咧，呢樣嘢就真係要有待考究啦。佢話如果透過基因分析可以評估病毒嘅複製情況，若果可以喺短時間內複製大量病毒，可以有好大嘅傳播性。瑞士型 H3N2 除咗喺香港，仲橫掃北美，連英國、歐洲、台灣、日本都陸續爆發。病毒傳播力強勁，連以前較少中招嘅後生健康群組喺北半球都出現嚴重個案。H3N2 元旦假號殺到嚟，今明講到佢一間醫院嘅內科病房嚴重逼爆，要借調其他病房，將啲病情穩定嘅病人轉過去婦科同骨科等等。醫管局嘅資料顯示，淨係呢個星期一，公立醫院嘅內科病房入住率有成115%，14間急症室亦都比平日增加2成人嚟求診。何柏良認為，本港正處於流感嚴重爆發，但估計到農曆年前後，嚴重流感個案仲會升。總之，大家記住，打乞嗤同咳嗰陣揞住口鼻，仲要勤洗手，咁就冇咁易傳播病菌啦。如果大家有發燒、肌肉痛、攰、又屙又嘔嘅，就盡快睇醫生啦。蘋果動新聞手機 App， 新聞熱話、直播節目及專題分類更清晰，仲唔快啲更新？